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要对台湾扣32%的关税，对咱造成这产业呢造成正大影响。亲像伫咧台南呢，就一间伫咧做黄目子的公司，因就讲，最近出口去到美国的货柜是平英国减一半，美国迄边的客户也搁伫咧看情势。那另外呢，这市台湾钓的渔民是希望政府关税谈判就要赶紧处理，惊到时会影响到产地的绩效。仓库贴好一箱搁一箱的货品，是美国客户去年12月甲台南咧做黄目子公司的订单，按照后礼拜要出货啊。业者讲本正因一摆会落2个货柜以上，这摆干那1个货柜尔，因认为美国客户嘛当咧看关税会安怎变化。针对美国对台湾要扣32%关税，业者讲虽然目前外销美国的量才占因的3%，毋过嘛是会烦恼。像这款638块的保养油，若加扣关税，就要加200块才有够本，销量恐加卖连带受影响。因为伊目前这地是大家咧观望，观众大家会惊无毋对啊。伊我甲上吼，就爱迄个确实了，伊扣税了，话咱再来评估。和美国迄面两面看要来去大家迄个吸收些物件。美国是台湾第2大外销的市场，32%关税对各行各业冲击有影大。像国内上大宗的台湾雕产区就伫台南，产量占全台45%。台湾雕协会理事长指出，近来美国迄边的生理人嘛开始咧要求较慢交货，这嘛互养殖户甲加工厂有真大压力。因认为这波关税谈判若无紧处理，产地绩效到时会崩盘。台湾雕在111跟112严重的缺乏慢鸟的时阵，113慢慢有回笼啊，114我也希望它是一切正常，让我们台湾雕的产业一定会当个延续。外销到美国一年大概12300多公吨，现在我们报价都还没有变动，就是说短期内大家看不到影响，长期这样下来的话，势必对这个出口商跟养殖户信心会受到打击，所以我们政府应该及早去行动。目前各界对关税也咧斟酌看。渔业受济人烦恼，谈判若伤久，渔民会失去信心，唔敢放。农业局讲，未来强化亚洲甲欧洲的拓展策略，联合渔会甲加工业者，提升企业的品质甲营销，来应付这波关税变局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